咱伫个南美洲的邦交国巴拉圭的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夫妻张率团访问台湾，早起咱的正副总统亲身甲因接待。这团访问团有一个生做真水的查囡仔，就是贝尼亚18岁千金，是一个 model。虽然到台湾来无特别来发言，拢是徛伫个访问团规定人的上边啊，但是水查囡仔也是将做注目的焦点。 副总统赖清德亲身接待为遥远所在来的朋友，表情是真轻松。这边的贵宾就是巴拉圭前总统贝尼亚，受到关注的也有这个长头毛的查囡仔，这正专心听演讲，美丽外形嘛，互伊变成焦点。 佮捌和贝尼亚做伙亲密跳舞，原来伊就是贝尼亚的细汉查某囝，今年才18岁，伊是一个 model。虽然讲真少年，也毋过相片翕起来拢真有版，和厝里的人关系嘛真亲密，常常和爸母佮阿兄做伙翕相，一家伙仔感情拢真好。这边伊嘛和爸母做伙访问台湾，多次重申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当选之后也会持续稳固台巴两国的邦谊。 今天就是用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也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两国坚定的邦谊。4月底以45趴得票率当选总统的贝尼亚，会伫咧后个月正式就职。赖清德嘛参加伊就职的典礼。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receiving us. Welcome. Thank you. My wife. 李丽霞女士。 另外，总统蔡英文嘛伫咧中昼11点左右亲身来接待，会用咧看出两国的好交情。今仔日嘛拄好是台湾甲巴拉圭建交满66档的纪念日，嘛是贝尼亚过了24档了后，搁再一遍访问台湾，更加是贝尼亚确定当选了后头一个出访的亚洲国家。对伫伊身躯边的查某囝美丽外形，嘛变成是外界焦点。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